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你好，是观众，欢迎收看11月27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台南市长当选人黄伟哲上午对关庙出发，预计开4天的时间，用车队游行来下票。伫出发之前，接受媒体访问，会长亦对了讲到，伊新的团队将伫12月10号确定对外公布。嘛强调，伊上任以后上界要紧，就是交通甲财税等等要务。黄伟哲当选市长以后，经过2天无公开行程，27号下午来到关庙三社宫，将展开为期4天的下票。会中除了先甲庙前的乡亲予以请安感谢支持，嘛率领竞选团队向新民参拜还愿，并且为台南祈福。黄伟哲出发之前接受媒体访问表示，当选以后，伫叮叮塔塔的市政当中，交通、财税等人民上界关心的，将是伊首要任务。当然，这当务之急，大家所说的就是这个交通问题、停车问题，然后这个还有房屋税的问题，这是民众希望说在法规面或者实际面能够看到你有一些宣示的。那当然不是说市长说一句，然后第2天马上太阳就改变了，不会啊。但是我们宣示政策立场跟目标，这是没有疑义的。所以当然12月25号的就职演说，我们都会把这个当务之急跟首要的这个部分会一一就指示，一一要求各局处来马上列定工作表，那在最短的时间内拿出具体有效的政策。另外，讲到未来互惠关系，伊强调会先对拜访驻青新科议员开始，以谦和的态度合作，避免对立。我们还是用一个比较谦和的态度来处理啊。所以说，对于一些新科的议员们，或者对于一些连任的老议员们，我们都是要一一去登门拜访。那将来府会关系也以合作为重，而不是以这个对立的方向。我觉得其实这点是我个人的作风，也是很多市民的期待的方式，少点政治斗争，多一点这个为市民的福祉来合作，这点才是正办。另外，有关黄伟哲新的谢瑞哥，伊强调新任的首长伫就职前10天，也就是12月10号，会对外宣布，以避免无确定性影响市政的推动。台新闻管及郭国义采访报道。台南市会因为第2届第8次定期大会，也有将近200议案也未审完，其中44个店铺款嘛因有时间的限制，所以上午召开临时会。但是教育局将近1亿的中央补助甲前瞻的计划，因为卡伫议员讨无教育局资料，差点无过关。台南市议会第2届第12次的临时会上午召开，因为拄好伫个选举开票结束。虽然有连任成功，当然嘛有意外落选，不过出席的议员也是真踊跃，大家互相恭喜甲慰劳。临时会主要讨论顶届定期会无完成的199个议案，其中有44个电付款案，因为具有时效，而且甲地方建设需求相关。不过教育局的部分却因为蓝牙蔡玉辉议员伫咧讨袂到资料而有所刁难。教育局先放明仔载再过来。等你提供到资料了，明仔载才开出的，我无意见，要过我无意见啦吼。以上这样好不好？因为教育局电付款案牵涉到精简计划，如果年底无招标完成，经费将被收回。不但无党联名为蔡耀辉来讲情，就连执政党的议员陈义鼎甲柯丽丽嘛看袂落去，要求教育局尽速处理。蔡耀辉议员想要资料这个，我想这是他的权利哈，他是每一席议员的权利哈。那我想我们议会也有必要去尊重，但是我想预算这么庞大1亿多，那牵涉到很多各区域的需求，那包括安南区啊各区的这个自行车步道，还有这个体适能检测站等等，我想这个都有它的迫切性哈，所以我想好不容易争取1亿多的预算。在这边也是希望说，蔡议会议员可以让这个教育局的预算先来审查，顺利通过。只是要你一个资料，我觉得不要这样子，因为一个那种
好像是说哦，因为落实校园自治，我无要管，伊嘛无要叫你甲管嘛。当然，伊若要争取讲，安尼每一个校长学拢甲整领去，那个再说嘛。但是你的资料没有办法给他，让我们大家在这边冗长的开会。临时会除了审查市府甲议员的提案、政府款案以外，另外侪议员嘛针对即届公投北大选所造成的乱象，嘛要求选委会针对即届的选务爱提出总检讨。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因为乌麻伫台南的财政面积甲产量已经超过全国8成，成为咱真重要的产业，所以市府乱叫趁乌麻大出的时，再次透过乌麻柜来卖力宣传。当然，除了为了照顾农民，嘛希望推荐安定、生活甲西港的健康好油，予全国民众。为了宣传咱台南乌麻的特色农产，了解健康、安全、美味的好油，会中包括生活、安定、西港三个财政面积上大农会，嘛将因通过食品安全认证的产品甲精美的包装以展示，嘛现场充满麻油香。农局表示，今年受到核好影响，虽然采收的日期有延后，量嘛减少1成，不过品质甲价效拢无受影响。市价500cc 的油品以600块左右卖出，平均1cc 只要1块，所以希望市民踊跃来交关。今年的产季有一点延后，差不多差2至3周了哈。虽然产季原则上延后，可是品质还是很好，非常的好了哈。另外就是说，整个胡麻的销售哈，其实我们有几个产区嘛哈，西港、安定跟咸华，这几个农会其实都有跟农民做契作，契作价格也都不错了哈。现在刚好正值这个胡麻的一个产季了哈，当然冬天也到了。它的产品很多胡麻油饭、胡麻鸡、油饭啦，什么一会都会使。这个胡麻原则上也品质也很好，然后丰富，而且它含有丰富的营养素啦哈。另外就是说，西港农会它有一个很合法的一个加工厂也获得那个所谓的 ISO 22000跟 HACCP 的那个所谓的认证哈，所以这品质一定很好。今年台南的乌麻柜农业产业文化活动，12月1号开始就将对生活登场，8号开始轮到西港，最后12月10号才是伫安定展开。各区拢实地体验甲市集，邀请市民做回来捧场，食健康好油。台南新闻管制郭博义采访报道。南区喜球国小附设幼稚园为了展现喜球在地文化特色，特别将黄金、红菇粿甲古节在喜球三宝伫校园内用图画来布置，并且学校卖收集学生的创作来变成绘本，正式出版，甲市民分享。校园内底花现喜事，时光回廊布置了侪喜球附设幼儿园的小朋友因所画的图。这寡图一笔一画，拢展现出单纯的情感，拢是小朋友对喜球在地了解甲喜爱。小朋友也伫咧学习在地文化课程当中，了解到喜球的3项宝物：黄锦树、红菇粿甲菇石。因了解到黄锦树是安那会伫咧盐分悬的土地来生存，嘛学习要安那来做红菇粿以及全台南独一无二的菇石文化，并将因来推广行销。我们常常为了这个课程，带着小朋友进入社区，然后去踏查，那跟社区里面的老人做互动，那从他们身上去学习，他们曾经有过的经验。那从这个过程里面，他们也去认识我们喜树这个地名曾经的变化跟由来，那以及我们喜树这棵最重要的黄锦树。所以他们在用他们自己的角度跟方式去诠释他们所认识的喜树，有可能是绘画，有可能是劳作。那他们从里面最认识到的，他们就觉得喜树他们最有兴趣的3宝，像是黄锦花、红菇粿，然后还有我们这里很有特色的龟教文化。那他们的绘画里面，我们就利用2届小朋友的作品集结成册，那做成一个有关于喜树的由来的这样的一个故事书，用他们的角度来看我们喜树的社区。喜球国小以及伊附设的幼儿园甲市园林美宴，南区区长主动甲侪在地乡亲做伙为时光回廊来揭幕。
志愿里面也大大学了这届喜球啊绘本的新册发表，一定为这显示出在地文化教育非常的成功。所以今仔日这个新书的发表，代表咱的一番呢，我们下一代基础教育建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因为因透过画图来说故事，透过画图图画来说故事，所以讲咱这个新书的发表，会让受的相关单位，甚至不只是咱喜球啊所好用亲，包括咱南会好用亲，包括全部台南市好用亲，包括当然讲。更加足侪人会当来认同咱的喜球啊，更多的两个足侪人会当来咱喜球啊来观光来佚佗。透过绘本将喜球啊这个地区的在地传统文化传承落来，也透过绘本进一步来做行销，互较侪民众会当去深入了解喜球的文化，以及黄锦树、红菇粿、古石这三项宝物。台南新闻网1号采访报道。先希望这个马上转来新闻现场。正确开启车门很重要，不然怎么开呀？下车要转头注意后方来车，再慢慢开车门。这是两段开车门啦，两段式开车门，两段式开车门，两段式开车门。因为很重要，所以要说3次。打开一本书，每页在发亮，文字变鱼儿，游在大海洋，充满了。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迎接一年一度的圣诞节，南旁购物中心特别伫家门口打造一张悬在里公车圣诞树，或者宝石光，并且伫26号暗时正式点灯。透过镜头，咱做回来回顾一个充满幸福和美丽的时刻。由南台南教育中心的孩童伫咧舞台顶热情的舞蹈表演，来甲开这场南旁购物中心点灯仪式的开幕。为着要迎接圣诞佳节，南旁购物中心特别请来圣诞老公公甲古水美女来甲大家互动，也为着要互这个冬天更加温暖，南旁购物中心的董事长侯国民特别准备了120班，分别捐赠予南台南教育中心甲北台南教育中心。董事长侯国民希望抛砖引玉，唤起更侪人来关怀着社会弱势。咱的台南芳一个基金会、引导基金会，每年伫这个寒人绝对继续有送暖包括后礼拜咱要去北门区有2500个来接受咱500几万的冬令救助包括家福已经抛在这个主任督导拢7、8年啊咱嘛是拢逐冬就帮忙这个囡仔互伊安尼平平安安大汉。国家来建设咱也感谢这小朋友继续努力，阮绝对甲伊支持，好好读册，未来就是嘛是会出一个总统，大家讲对唔对？对。点亮南方，点亮爱。哇，幸福陪你过圣诞，现场的朋友，大家呢？色彩丰富的宝石光之树闪闪发光，伫咧下暗展现出迷人气氛。光影当中 ，SFC 街舞团嘛跳出幸福的圣诞舞曲，互围观的民众拢感受到满满的幸福、满满的圣诞气氛。台南新闻网1号采访报道。基美学中心为了提升医生甲家属沟通效率，第一摆将医病共享的决策运用伫严重脑损伤的病人身上，透过图片说明甲3D 的列印，互家属更了解插管甲气切无同，而这项做法嘛得到医测会医疗品质的金奖。临床上常看的严重脑损伤的病人，伫咧经过急性治疗，如果无恢复意识，家属将面临着到底是要互病人做气切或者拔管，真歹决定。
对此，基美医学中心对去年导入医病共享的决策，透过影片或者3D 的辅具说明，让病人的家属更加了解，并做出正确的决定。我们的病人跟家属都希望，我们的医疗团队都希望出自关怀，然后考虑到病人及家属他们的在乎的事情、他们的价值观、他们的喜好。然后此外呢，由医师呢提供不同处置的一个实证资料给病人及家属。那我们提供了，首先呢我们录制了影片来宣传我们 SDM 的理念。此外呢，我们开发了 SDM 的 QR code 可以连接我们的 SDM 的平台，让家属呢可以得到相关的资讯。此外，我们制作了一些辅具，包含了半身的模型，还有就是3D 立体模型，让我们的主治医师可以在家庭会议的时候来跟家属介绍，就是气切以及气管内管的差异。那此外呢，还有就是我们有专责的社工师，可以提供家属需要的资讯及资源。基美医学中心对去年3月导入这套系统，到目前总共帮助35个家庭进行决策，而且经过后续的社工师持续追踪甲关怀，发现并无任何家庭对所做的决策有感觉后悔甲遗憾。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经过统计，全台湾40岁以上男性5个人都有一个有裂喉腺肥大的困扰，不过却只有2成曾经因为放疗袂顺来看医生。对此，医生表示，这不是自然老化的现象，所以提醒有镜头来量早治疗，避免恶化。根据泌尿科医生表示，裂喉腺肥大是因门诊排前3名真普遍的毛病。不过，就因为普遍，却存在侪错误的观念，亲像人拢讲这无啥，老地安尼无需要看医生，也是放疗袂顺，就是裂喉腺肥大等等。对此，医生表示，裂喉腺的大小真重要，较大除了放疗袂顺，乃伫拖无处理更容易恶化。所以强调有镜头来量早治疗。攝護腺肥大其實在門診來說是非常常見的一個疾病了。對於熟男，可能50歲以上的男性，它其實非常的常見。那它產生症狀其實是非常緩慢的，可能一開始只是頻尿或者是解尿困難。那民眾可能因為這種情況，它不是劇烈的變化而輕忽了這個症狀。但一旦攝護腺肥大產生症狀之後，它惡化的速度可能會比你想象中還要快。所以一般如果你有症狀的病人，我會建議積極的尋求治療，因為如果你不治療，可能隨着時間會產生膀胱功能退化、腎功能惡化，甚至到洗腎的風險都有可能。所以一般我們會建議病人，如果有症狀的話，你就及早尋求醫療治療，因為這個毛病它不只是老化而已，它可能隨着時間它會惡化。那如果要有症狀的人，就建議他積極的早期做治療。這樣。當然，醫生嘛表示，只要食藥對鏡頭改善有進步，就需要一直食，因為裂喉腺肥大造成放療的障礙是一種慢性退化性的疾病，為了避免併發症，減少需要手術的機會，所以建議長期食藥控制。但新聞官及郭博義採訪報道。新聞最後趕快來關心詳細天氣變化。明仔是濟雲短暫好天氣，溫度21度到25度，落雨幾率3成，海面平均風力5級到6級，上大陣風8級。非常感謝收看11月27號的中嘉台南電視新聞，咱再會。